我想收看后上太上宫，有法太加工。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土社長阿忠哥，又到嚟安尼啦後生人大在鼓嘅時節啦。唔知大家知，呢下全世界有幾種語言咧？根據統計，呢下全世界有5000到7000種嘅語言。不過咧，大家嘢會有2種語言少睇起。安尼台灣政府為了辦個大自家對全世界嘅國際競爭力，為到呢個全世界嘅競爭力咧，2030做目標，希望讓台灣打造變做係雙語嘅國家。除咗台灣嘅本土語言啦、華語之外，你最想學嘅外語係哪一種咧？今日邀請6個後生嘅老太太共同來分享佢哋學外語嘅經驗，掌聲歡迎。主持人老太太小姐都係阿志怡。大家好，我係對國外理想、對話完全冇問題嘅阿志怡。哦，輕鬆動聽，幾慳快，開出去了嘅時間，大家都對，而且馬上做翻譯。哦，冇，佢冇問題，唔過對方談嘅時候，係真係問題啦。哦，對方談嘅時啦，就係愛講愛嘅話，唔講起來像外省語，愛就談唔識。給漢白還是不要找你好了。冇要緊，一下都乜嘅 Google 翻譯機。給 Google 翻譯可能，我們等一下來驗證看看都在友好嘛。給聽一首老師嘅都係呢個。大家好，我會講少少廣東話嘅呢個哥哥。少廣東話。其實是聽到的啦，少廣東話。係啊，個客位多嘅廣東話少，希望廣東話以後嘛變到多。係啊，冇問題，做啲。第三個老師嘅都係英子。大家好，我係當會做戲點都影響到英文能力嘅英子。借口。下課，我是不知道你懂我嘅邏輯到哪一片。好，等下同講。啊，等下就老愛講，到底做乜嘅聽會做戲嘅點到嘅語言嘅能力無礙。好，第三個老師小姐都係嘉怡。大家好，我係去美國爭同英文好嘅嘉怡。所以老太太講反應都重要。無所謂學英文要有錢。真係有錢你。原來係咁嘅。今朝啦，首個就係白劍。大家好，我係大家嘅英文先生鍾白劍。請問一下，中間這個奇果你在幹嘛？奇果先試咗唱這個奇果好嗎？佢哋可以做兵啦，佢哋可以做。因為做兵，然後他以為自己是玄兵，以為自己是玄兵，可能做唔對哈。對面老師給我哋講呢。大家好，我係當日早晨你會學習英文堂呢嘅假呢。當然是，不過大家從細到大除咗華語、韓國自家嘅客家、自家嘅母語之外，聽錯要學過嘅語言就係乜嘅？英文。韓國英文咧下全世界超過75種嘅國家，係用作佢哋嘅官方韓國溝通嘅語言。就來問大家，從細學到大嘅英文，人嘅能力，你自家本自家打分數為9分，你到底要中意英文冇阿志？一下愛打分數哦。我剛剛那係以前我以前英文真係懂學，嗰個嗰陣時可能就有80分。哎呦，唔過而家真係就係可能60分，及格。有及格是走的。因為我看到白劍，還有假呢，還有假意，哎呦，我剛剛我就2分。那成語按到自嘆弗如啦。自嘆弗如有按有啦。有。不是自嘆不如。你看你滾熱啦，英文全都唔好呢。你要用蠻丟臉呢。自嘆弗如是係自嘆不如嘅意思。我下巴下好難排泄。下巴就要閉唔樣。並唔樣，就來變數樣嗬。不過你有問過我剛剛我以前細嘅時間，後生嘅時間英文講嗬，因為我以前出去學校讀書嘅時間，我英文都係班上嘅成績啦，大頭名嘅。哇！差過來我真係非常。人家班上就1上嘅。他上1對1的啦。哦，難怪大班考試就聽一名，因為冇聽1上學生嘅名。我喺講學校，你就是小班學校啊？沒有，你班上上課多年嘅英文嚟㗎。後來其實好幾期嘅英文真係懂好。真嘅嗰陣時我英文懂好，韓國嗰陣時我太學嘅時間很奮發圖強，用白顯啲嘛。很上網大標嘛。冇唔錯。我港上港鐵。我係去補習英文哦，認真去補習英文。不過一下我真嘅就英文冇很好嘅，就以前細個嘅時間就非常鬧英文，因為以前英文就係本嘅爸爸媽媽逼我去學習嘅嘛，喺到貴重嘅時間我就本嘅英文掉到嘅，我就感覺講。
我英文讲好些来，我就做人要慢。你人家意思讲本英文调到，亲像英文的强了调，调到牙神红，按你的话，真嘅，因为老师来说，那英文讲来当好，我就做只加本我惯人诶。结果我爱用就做只强嘅嘛，个混血 baby 呢，当得人下。不过后来颜色就进来进台的嘛，就出社会啊，爱石头路嘛，石头路再过来呢爱钱啊，你爱补习英文就会钱啊。韩国这年就较少用到咧，就慢慢来就感觉啊，我用到这样用就好咧。不过一下我对任何语言嘅学习嘅态度都非常开放嘅。就係懵度嘛，該主要慢慢撥懵下夾，就由淺到細啊，我從細學愛語，不講係嘛個法文啊、德文啊、英文，就像一個留叻到外國人來結婚，嘅做啊自己可唔可以嘅理解，唔敢強樣係為到留外國人結婚再來學英語。冇唔錯，我就會愛牛耶！你們兩個膚淺姐妹花。我要傳過去，這叫傳承。佢傳承本你藝。車到係嘛？其實幾時就當藝講，我講我英文我好好來嗬，愛用外國語講我中英語啲，冇唔錯，誒你就會愛用嘅夢想。古時候你條擺上會勁好呀英文，但是我咧知道我自家嘅英文嗬，韓州地來對法，但係唔係講當 top 愛用，唔係愛用。唔過呢，我知道英文其實愛學嘅時節，然後愛講嘅時節係完全冇樣嘅事情。像我條擺考試，我咪係100分啊，但是呢講到呀對法嗬。我知道不是這麼的流利，嘿，古時我說你為考試為學習英文懂厲害法，唔代表你對法嘅時節都懂厲害，也係完全冇可用嘅事情。誒，再過來我知道我幾時懂好英文啊，我一下沒有去進修英文，但因為我自家知道，係講你會講英文嘅話，就魅力會提升。哎呦，演你嘅 Brave 的形象，哎呦，其實我會講英文、中英文主持，唐佢講英文嘅時節，唔是塊面，佢嘅魅力就提升。大概50塊面，面炸面炸開都做得。加手面哦，還好好款。佢嘅面分，嘿，佢嘅面可能換咗一冠軍啊，講英文哇，100分，好冇？嘅成果最後面幫一下。你總共充電完全就係嘅冠軍嘅幾陣人，你夾夾聲，夾嘅上，以後你就幫冠軍配音就好。你有用法安排冇啦，啦。不過我真講講，因為人嘅 Brave 的形象吼，佢係中英文主持，真嘅魅力滿分，不過佢中檔，好厲害嘅，應該學上霸。台上我英文線上最終白camp，白 camp 線上老太太來分享一下應用版做的英文安強，有人講佢有學外語，至少要有興頭，你係對英文當有興頭係冇？錯，咁我講興頭哦，到底係哪片來嘅？我中意英文係因為我嘅英文懂好，也係我英文懂好係因為我懂中意英文，也就係計算亂，也係亂上計嘅邏輯啦，吼。其實我也分不太出來，因為我懂中意英文哦。真的要講，馬上唔中意自家動保嘅事情咧，對不對？所以英文要得到嘅成就感嘛，所以很好中意英文啦。我有曾經有講下個興頭嘅起點啦，從那時候開始咧，中意英文就係我聽到國小3年生嘅時節，聽到人家動好嘅線上。該練習哦，給打白紙讓人妹講哦，我覺得你這個小孩子好有天分哦，英文哦動好，恭喜咯喲，該腔調哦，動成個玫瑰音呢，啊，我就覺得哦，好棒哦，你看我衝水是非常細柔，譬如說按咯，該適合錯，喏，就獅子座近點直接從衝水是開始的，需要誇獎，別人一誇獎就覺得哦，我就是天生吃這行飯。嘅家人呢？我知道我嘅英文哦，懵啊，就一般講法呢冇問題。因為我懂這些時節，佢用是口技冇按好咩，我說我看嘅英文嘅天樣啊，我妹就會用種字啊嘅詩安尼夾起來，就我練習好彈呢，抄，一直到一下我當一早晨，聽到我看一下我中意嘅天樣，迄個我懂無閒出門冇時間看，我就知道懂唔關係，那有些乖安尼，聽到我看。正經係變做，你可以開那個 English Corner。對，你要變成 English Corner 那個講師的 Master Gu。好啦，介意咧，介意用班英從誰來學英文？因為講已經遲到英文對你來講動難。我嘅英文聽起來就當好用嘅，就唔去追求。都係偏音。唔去追求文化。
就躺起来就懂八溜。不嗯，过像咸菜丝啊、枸杞丝、主食介时要按多嘅，我食材咩唔清楚啦。真嘅學文法，真嘅係全台灣人學到其他語言，就像我們學華語、中文，雖然講安尼各種些有教那些語法，我們就覺得說，你係我們從細講到大。就算不教，俺馬地用半天講，不過嘅英文啊、日文那個可能文化，比如我先放棄，中的。啊，英子你們按呢嘅嘢？冇唔錯，因為我韓式嘅時節其實英文順起來唔可以查啦。我細細嘅時節阿妹哦，就幫我得到嘅補習班，佢係個外國先生，你就去自己副卡了，可能愛畫圖啦，可能愛識朗讀啦，嗬，啊你就用英文，嗬同先生打嘴鼓來分享嘅想法，最近好冇啊？嗰種你就做得地個，啊假使咧讀到唔曉嘅詩，啊佢就會教你講，哎呀個用版呀，啊你做得用版講，就應堂應講，你就越來越會咧。等到我讀國中嘅時節啦，因為國中差唔多第一課就是什麼 How are you， 東京談的嗰種啊，我就寫東京，看到我就知道我用版寫咧，嗰種我就唱嘅假意腔樣，我完全唔曉文法，跟現場就看到，哎呦認真哦，全班寫最快，下按鍵吼，全部有100分哦，因為按 voice 哦，就很愛過來，就問我講啊，這個文法是什麼？你用會現出一個答案？我就想，我用會現出一個答案？先生，因為講一句話，你講反義嘅時陣，你咩唔可以想啊？一篇可以假默嘅啊！你講客家話嘅時陣，你咩唔可以想客家話嘅文法係默嘅啊？就會彈關嘅就會按你啊！我就講我唔啲呢，先生就說唔啲，那你就是作弊，冇用會寫出來咧。其實佢是罵我哦，講我係作弊哦。哎呦，我就做講動筆困難上嘅餃子啊，我真嘅冇啊！唔講我要擺口冇嘢，我要講唔出來。嗰陣慢慢的吼，對嗰個英文就較冇興趣咧。嗰陣我對嗰兩時開始，我就動腦英文，對佢嘅印象我就動唔好咧。我真嘅老嘅先生講，認真冇練法圖，佢咩冇才挑去看人嘅答案，因為佢成功唔拿唔到人嘅考卷，係說真嘅唔係認真的錯。佢真嘅就全部用彈嘅，不過大家來學外語嘅時，接上會讀到千多嘅困難，讀到嚟嘅困難時，用辦法克服咧。等下再來繼續來大家向下打嘴鼓了。有個媽媽帶小朋友去嘅那個超商裡買一個高級啊，買玩具，藍色的。結果進分哦，小朋友進分動哦，結果他跟他媽媽講說：“Mother, I want blue color。”歡迎大家都轉嚟後生太上宮嘅節目現場嚇，呢個上一堂有問過大家講，從細到大學英文、學英語，讀到哪啲困難嘅經驗嘛？不過接上會有人會讀到困難，像你學法嘅時節，我學法有一句話會講，不料趕天搶，細三趕水前就要先準備好勢啦。不過你學英文嘅時節，就冇可能上司各項事情先準備好勢，讀到困難嘅時節，嘅家人 Master Gu， 你要感謝誰 ？Appreciate my mom， 因為我兩歲嘅時節，我妹就突然去學英文。兩歲嘅時候冇乜個曉講法嘅時節，佢同外國人先生就當然講法安尼。嗰陣我嘅聽力講英文嘅能力都比我嘅用時嘅同學好多好安尼。所以真正就先咩機係你嘅。看出來咧，你那個 V 嘅吼是照那個階級分的，上輩是優先學英文嚟該做，下輩了還是摩天學英文。上面還有一個盆地，這裡有盆地，這裡山啊，上輩係有，你係散拉，你係散打來傳揚，然後但是這邊可能是那個被衝下來的衝擊品。我最最高，你係土司嚟哦，你來土沙土嘅土，咩教你係講算啦？唔講咩要唔好嘅 V 數啊，只係我有啲問題就會寫文章，寫到當我辦到點喎。唔過嘅學報名嘅我就知道哦，原來咧喺我寫反應嘅時間咩寫唔好，啊，嗰時候咧喺我表達能力嘅問題，唔係英文能力唔好。佢可能跟你順風喺面前就做得來。
肯定都要快考啊，数钱然后你数钱，你更有钱。你唔好掉他，唔講教講英文。搞我哪會搞我？語言交換啊，哈，記得佢講你英文，唔搞佢用版做戲，做得，這可能太浮誇了，做唔得。愛做得。下輩子再說。不過講正經啦，你一下吼，像睇到來分享一下，自家來學外語啊，不管係學外語、學客語也好，唔係詳細講呢一種語言，要乜嘅樸素。要馬嘅空橋去記得，白鉗先生。來，空橋係非常要緊嘅事情哦。對我來講哦，最大嘅統結就係馬嘅。大家都知，我最喜歡的就是天。冇錯，所以青島天很嘅其他的動機啦，就是說那個花木蘭呐，花木蘭呐，個天然地北圖唔係就是隻狗啊，那天北唔係有掉一個骨頭，你看骨頭就係天。我頭擺吼讀書嘅書節哦，淡水量係易讀哦，文法咪當好，唔過我講不又講到冇嘛流利啊，所以呢，我大學嘅書節哦，是就請人家打工。學透露啊，個透露就係去到有一個叫美國在台學校，到博大尼亞推天台的校培介紹，就是到該片哦做助教、助教安樣。那個地北圖哦是做啲講英文聽哦，因為啲學生啊、那個先生啊，全部係那個搶些嘅護照，所以全部係美國人啦。所以嗰啲地北圖是做啲講英文看。假使我去到外國去讀英文、學英文哦，最少人英會發8人口，8萬人口，100萬以上嘛，差不多嘛，去國外讀書。美金也很少呢。所以你出國了，差不多100萬以上。唔講你看，我帶到個美國在台學校，我喺度在傳錢，喺度在自家創造完全係英文嘅環境，你看白鉗好棒，最多兩片。我遲到真嘅講到3000，冇人讓佢得中白鉗。中3000，佢真嘅係中3000，冇唔錯，佢係中3000，講到係3000，他就是傳承張媽媽的。我也是要 appreciate my mom。因為講真嘅，大家很記得第一季中白鉗講嘅客話，真的是。請不要回顧，謝謝。但我們可以放下第一季的話，完全討唔先你哋講嘛嘅，香港愛講嘅細節，我還想說，白鉗唔係你了。你係讀了解嗎？我喺爆料。T 季啊，你了解後上太上講嘅是白鉗鴉片啊，含條條大嘅小紙條小抄。因為小抄係大抄，係大抄。老太太來分享一下，你哋2-3年之內，用半天老學會學到安兩下，我不用提醒，唔是提醒你。還可以嗆人。學是語言哦，最要緊，講咧講禮拜最重要嘅統計就係錢，冇唔錯。其實我學校會咪係按樣嘅強弱嘅道理咯，譬如講錯到兩片吼，後上台上講，一開始吼，我們主持人哦阿哥哦世宗哥哥吼，答白問來問題嘅細節咯，我聽出會談到關鍵字，我講啲哦領導來咧，他一定要說白鉗哦，這個是關鍵字哦。往外講咧，假使冇講到白鉗，其實狂來哦，還會愣在那邊，用假啥咧安樣？那個時候我就告訴我自己，自己聽出會加強，係自己係下位。假使我冇加強，可能下一句是會原因咧。所以你看，你一下吼，佢當然不應亂踢咧，譬如講冠軍，係啊，譬如海馬沙點樣講咧？你看到你那邊白鉗很脆咯，係動感同意嘅事情咯，係咪動力去？而做啲想嘅自己係自傳咧哦。坦白那人看你出界數地步想乜改動。我感謝世宗阿哥要教我下輩安樣。哦，很好，我要幫你寫推薦序。好。然後那個順便跟你收版稅。你的動機咪係錢係冇？冇錯，不過講到今日白鉗誒改名叫中白錢咧，唔係中白鉗，好冇？而家嘛有其他嘅學英文嘅方式做得教題之間。我知道就係學語言嘅方式咧，就係睇下最接上堂都係聽讀法跟讀法，即係shadowing 嘛，嗬。唔係 shadowing 哦。shadowing。聽讀法嘛，哦。好，聽讀法。 Repeat after 白鉗先生。shadowing。 OK，shadowing。OK。因為 repeat 啊。
下的位，哎，你好像乖乖，我相关放。弃理解。放弃，我也哈呢，无爱讲英文吼，我爱讲到客话吼，因为我也报的吼主持的就係青庸庸的河流台串，大禮拜12點睇個天才樹堂哦。新聞呢我也50個打廣告。嘿，我係西演人吼，我好快了強，其實係東南嘅事情。你三地考慮講開了，嘿預備起所以一下我咪講開了強吼，其實都唔簡單嘅事情。一下呢，我講開了強係因為吼，我停定我嘅前輩前輩。前輩強下來講會了強，就係我嘅樣樣吼，故所有按樣嘅跟讀法，係因為按樣嘅事情吼，我想咧做啲你強下來好識，跟樣板來做呢，比方講我哋大擺都會談廣播啊，看電視啊，看談廣播嘅時候，我聽說會談一條會會了強嘅一條會廣播節目，比如講大家好，我係涂許壯，我出嚟講大家好，我係涂許壯，大家好，我係鄭志穎，大家好，我係朱啊，唔過而依，家他講出來全部就會吸煙呢，以前都吸煙嘅。冇啊，我家下係講會了強啊，你是不是都聽不懂啊？呢啲係詞彙講啦，兩種都有啊。啊，你會談到暗關哦。嘿，古上藝一下呢，就用按用嘅談吐法吼嚟好心平嘅，因為像藝細細嘅時節報名，一定會漢語嘅比賽吼，就係頭擺讀冇乜嘅科技，冇乜嘅數據啊，都係用嘅錄音帶有冇？誒，你錄音帶頭擺線上都係啲擺讀，見到誒根本你睇家好，係馬啥，誒你出嚟聽定幾條腔下嚟樣，就係用嘅方式經驗，其實好心演員就懂夾嚟啦。唔錯，因為家嘅理解就講到呢種 shadowing 就停頭髮對動作演員當中對接上堂嘅當，大家有追蹤阿弟英文嘛？是第一動推出呢種停頭髮，不過最重要係講因為嚴絲重複，你要馬上重複這種，比如講啊，我講。誒，今天啟動好，你就要馬上在3秒內，今天啟動好，你將會學得啲機會地圖嘅上跳啦，嗰個口氣呢一種方法。不過台灣人講到學英文要當然想去出國去遊學，係不是留學，唔係留學，係遊學去搞嘅，啊至於。談講就去遊學。其實我冇愛好嘅機會去遊學，不過我同興嘅係因為我高中嘅時間，你學校就有嗰種姐妹校，錯，姊妹學校，係，跟住你嘅姊妹學校就啲美國嘅片嘅 New Orleans，講發音是錯的咧。聽現在老啲講紐奧良，英文用乜先講？ New Orleans， 剪頭髮嘛。古時呢嗰陣時我就去了 New Orleans，就去交流嘛。我嗰陣時你去嘅時當貼片。因為你愛帶啲機片1年，嗰時候就你就帶機片嘅學校就會到嘅同學嘅屋卡，你就換到冇強嘅屋卡就 homestay 嘛，嘅啲 homestay 要遷到嘅空白空嘛，嗰時捱去嘅天然日呀，最下尾嘅大就係捱嘅 homestay 嘅 family 嚇，最下尾嘅大，係嗰時捱去天然日嘅時，因為你就係同學生小朋友就唔係講愛帶肉嘅，捱去嘅時天然日安排就都市動通，捱就微動通，不過捱又唔係講嘅種非常嘅身體很多嘅形容詞啊，非常細節嘅捱唔會講，古時人既然做嘅老幾必數挖腳啊，好彩捱嘅空爸空媽都非常嘅聰明動強，佢就知道哦。阿自己肚子痛，古時候佢就帶我去嘅學校地位都嘅保健室，食嘅胃藥我就好咧。跟因為我啲學校啊，唔單止去表演，像時代下，你就老啲就會同學全部向下出去搞。古時候你感情係同層嘅，嗰陣時我轉來台灣，我啲美國嘅片嘅基礎，我就勁高，直接爆哭，就我冇想去再去，我冇想去再去台灣，我帶啲鴉片，係，唔過我係轉來咧。在兩三年你就已經唔好轉來嘅，冇在兩三年就加本地位度嘅。你想太多咧，拜託冇安尼。唔過雖然講英語，就算連合法都要強調，英文當然咪要 accent，各地都要嘅口音。啲澳洲嘅時間，你就當到發現平常啲學校學唔到。你啲新加坡，大家都啲新加坡有嘅非常定型嘅 Singlish 嘅。簡呢，都係留大家分享。冇錯，嗰種時我去新加坡教阮學生嘅，嗰種帶幾片帶動叫，我講法就變有時嘅神奇。比如講見到嘅親密嘅語嘛，聽到佢解嘅啦，哦，比如講 OK 啦，好 OK，就到咗 OK 是 no need 啦 ，no need 啦，就冇事咗 no need。是上嘅零扣啦，講用個啥？扣啦，係咁。係，嗰個叫發音動怪，比如講，誒，go to a zoo 咪動物園咪，見到一個，誒。
go to the zoo，你知道你那个冲伞狗很因为俺们去过新加坡，就是白样看到就张有个妈妈带小朋友去个那个超商里卖个高级啊买玩具，哦蓝色的，结果进分哦，小朋友进分动吼，结果他跟他妈妈讲说，Mother，I want blue color。哎，你好多道理哦！你台上有讲过小孩部分那种那个天然么？你不是讲那种 Singlish， 你不要用你看，你基本呢度要馬來語啦，要英語啦，要福建話啦，要廣州話，你就全部嘅語嘅羅羅強悍就是，我的天啊，你懂 Singlish 進來，你一定會因語言能力變成一級棒棒。一級棒棒啦，一級棒棒，一級棒棒啦！不過你一下嚟請台仔嚟先聊一下，等下再來繼續撈台仔講。拄到去外國，是拄到呢種情況，用辦去家嘅一個英語，用辦去辦國家嘅前途咧。等下再來繼續撈台仔打嘴鼓咯。我就講哦，嘅牛嘅英文用唔點樣用講？還有總得同佢講靠啊，拜託你好好講法冇罵人。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台上講嘅節目現場，我哋今日要講到有聽到台灣人想去學英文嘅時候，加上上台即出國去遊學，佢嚟談下佢阿家兒談講去留學嘅你的生命歷程也是曲折離奇嘅。從我咩 appreciate my mom and my dad。我過咗一年去出國讀書去紐西蘭1年。不過嗰時啊，我有學過英文，不過去到都講英文嘅國家真嘅冇強用，都談唔死。尤其我係個寄宿家庭，兇爸兇媽都係台灣人。我上課學英文，政府卡都講法語，嗰時候我嘅英文都冇進步。大送錢哦，都冇進步啊！因為我帶國外嘅紅包紅包，冇再後來我去美國讀書，帶啲學掉，同學都冇強用嘅國家來嘅，嗰時候搶做地講英文，我嘅英文就進步多多呢。真件就個人嘅環境，真件當中，你帶到幾種素材，你就是講政府看韓州的講法語、講客話，你講跟外州嘛愛學英文，跟學教最回來就完全不一樣。唔過菜場有一個人，佢唔係英文冇進步，唔過佢有一項能力技巧進步到會半天。冇錯，我咩 appreciate my mom。今天是什麼金鐘獎大會？沒有，今天是感恩節。因為我咪就希望我嘅英文能力再進步，嗰時候咧叫做唔過要冇按到錢，嗰時候就幫我得到學嘅台灣嘅朋友屋卡，唔過嘅朋友咧嗬，佢屋卡嘅人全部都係講英文嘅哦嗬，還有佢屋卡嘅義工咩係講英文嘅，哎呦，但係佢一上癮嗬，一開始要同我講中文聽聽，啊，竟然就出去就從我同義工聽聽。啊！我第一擺來到一隻新嘅東上風嘅素材，我同一個義工嚟自我小結，啊同佢講清楚我有乜嘅東西可以說，有乜嘅東西唔可以說。唔過我嘅英文要廢片，我想佢用加上我用擺來表達啊，佢聽嘅時就好咧咩？我就講啊，佢就我講有乜嘅東西唔可以說，我就講哦，我嘅牛嘅英文唔點用講，我要總得同佢講靠啊，拜託你。好好講法冇罵人。唔係啊，靠係牛啊，cái ngày đi牛嘅，然後牛係冇強用嘅一時常出嘛，我牛係冇強用嘅。係冇強用，嗰種係地道中唔對下面字，嗰種係冇按嚟講，啊講係用唔對用翻表達啊，就講我don't eat more，啊佢就冇我講，你唔想嚟食鬼係嘛？冇有牛嘅啊，啊佢就冇我講，you eat，咕，我就講 yes，咕 eat，but no eat more and 咩？做乜嘅咩？安用興啊？我咩唔知道，就會講呢啲一個咩嘅字下咧，其中咩情緒？咪乜嘅東西會識咧，嘿。嗰時候我學按嚟相處咧2-3年嘅時間，英文確實冇進步啦，唔過我表現能力就有進步了。所以到你一下，你到底 DMD 那個牛肉一進步用辦講 BEEF beef。咩飲到 beef？呢個前件難怪。
引进两下会不会夯上表演两条路？你真的要好好 appreciate your mom。哎，真的厉害。 appreciate 义工。講到咧個外國人，大家都有一個夢想，就講留外國人交往，甚至認識更多外國人，真緊本人讀到外國人嘅故事有冇？你講？有誒，我係知道係讀到一故事，懂奇怪嘅故事，就係我嗰時就行去睇學生嗰啲做工廠嘛嗬，做工廠嘅時候就讀到英外國人，佢就問我講，呀，路應用辦來行啊，我去當用懂簡單嘅英文來，佢講哦，應用辦來行，佢一開始就打咗故事來咧，我就認識一外國人，哦，原來佢係度將來到台灣，佢想學習中文。哦，嗰時候佢想學習中文嘅時候，佢就問我講，佢嗌做咧青年練心喎，我就講好啊。嗰時候誒，就有一段時間喺啲算係教我語言，因為我英文咩冇好嘛嗬。嗰時候佢講我英文，我教佢中文，用差唔多有1整年。唔過後面嘅時候，我就收佢嘅動作進來進乖。所以講，比方講，你啲學習嘅時候，佢嘅手就會靠在我的肩膀上，會讓你反頭難講。唔過嗰時我就想講，可能係外國人當熱情嘛，嗬，其實當平常嘅事情。唔過後面佢就可能就當一系列中醫藝，就講我當中醫兒啊，而家再去然後我嘅國家做一條鄉下來做乜嘅公主啊，因為佢講佢乜嘅王子咁樣唔知啊。對，我就覺得很奇怪，後面嘅時間我就說，唉，也係當奇怪嘅外國人奇遇記。唔差意思都係做王妃呢，王妃。假使佢講係真緊的，怎麼解？但是佢唔係我嘅菜，我說係死咯。好看。重點係佢舞台就幾多錢，唔係佢上用版啊！如果我知道唔啲係真嘅，也係假嘅啊！可能係詐騙集團。韓國嗰時嗌英文真嘅洞察，就會用就是懂簡單嘅英文演技，佢老嗌講懂嗌堂裡做得，唔過嗌演技嘅時節就當用懂嘅，哦好啊 yes 哦 maybe 咁啊，嗰陣嗌咩唔啲係真嘅，也係假嘅。講一下咪。不過阿子怡嚟講咧，唔係按你一般人講到嘅講英文嘅嘢了，係啲下當西行嘅韓國嘢了。冇錯，因為嗰陣時我係13年去韓國出國去韓國了，我有買過用一樣嘅資源，一樣嘅機會，係因為嗰陣時我媽媽就上鐵路嘅時候就認識到韓國嘅兩公婆，就一兩公婆呢，佢兩啥都會教書，我說兩公婆都會講中文、講法語，韓國呢。夾到嘅來係啲台台，呢個台台讀書，嗰時候呢，見我講一絲絲嘅法語，嗰時呢，你就變成當好嘅朋友嘛。跟住爸爸媽媽就講嘅，阿子怡啊，多啲來韓國教啊，來簽 Annie 啊，咁樣嘅。嗰時候有擺嗰陣時，我媽媽就特別安排咧寒假嘅時間咧，特別帶我本來去假。去嘅韓國，然後佢哋教，嗰陣時就到嘅片啦。我老都講我會留嘅韓國嘅爸爸媽媽，還有嘅朋友向下帶，結果冇，因為佢哋屋企嘅間房唔啦，嗰時候我就留嘅韓國嘅阿婆向下帶。哦，嘅阿婆有問題咯，阿婆唔會講英文，唔會講中文，就唱會講韓國話。難啲了，就像字幕又不應該翕到天然嘅，有你真好，用他的故事拍的，總得溝通啊，對不對？主機要他們排先，是不是？我講有時候睇以為我讀太好嘛，我就選修嘅韓文，嗰時候韓州得講一系列，就係單字詞。咩阿婆大概講一句話就講真假。即係阿婆無論佢做乜嘅東西，我就會講哦嘛是得，佢就會做來非常反應緊做。唔過因為呢個老人家就非常會想講我自家出去幹嘛，唔過有擺就按不聽，我就當上去自家出去玩啊看來，我就留給阿婆講，我就自家去看來，等下就會轉來，我就講當簡單嘅，就講我出去等下轉來，我就留給阿人講，結果呢，佢一唱無真面堂嘅事，佢就非常嘅笑，後來我當時嘅阿婆其實佢勁等我，就等我，佢就你我都還蠻轉來，佢就非常嘅笑啊，嗰時候結果佢還打電話本夾嘅孫咧，夾嘅孫咧還特別來到嘅阿婆屋企，喺打電話本啊，我夾夾裝屋企，我一下就會嗰陣時我就感覺哦非常嘅排斥，因為嘅阿婆就非常嘅笑啊，結果我自家出去玩都非常嘅開心。顧慮到阿婆嘅心情，因為語言冇通，所以會受益。不過撒下兩唔係最惡霸嘅事情，撒下老太太分享嘅兩個故事，係我們本節目後上台上講有歷史以來最惡霸嘅故事。
顧家呢冇錯， ，master 係顧，捱嘅故事。平語哦，唔係捱啊，係捱嘅朋友啊。而家加本意大利人哦，而家假如講係意大利嘅貴族，係真的有給那個爵位，有封爵位，真是嘅哈。跟你家那個不一樣。冇錯，古種係叫有請安娜去搞不下料，去意大利料哦。佢帶一個係要雙邊嘅網看，搞不靠，係搞不下，佢係擦子彈後嘅兄你弟。係哪一片？因為葡萄園，好，葡萄園全部都會搞不開，佢哋全部都會搞不開，錯錯。韓國人山茶hier，山茶係Tuller係咪公器嘅？Tuller 用客話嚟講就係農菜，農菜啦，是容人啦，唔錯，古種嚇人啦。對，優秀片嘅，但係農村人帶 resort 是下人住嘅地方。農菜大眼我也想當下人，想當下人，可以有報名嗎？哎，白天你躺下來，你會更想當下左人。下角係下人用嘅游泳池。係真嘅，係蠻爽的。帶到幾片都幾優秀片下杯幾陣咧，因為佢哋海上有咧別墅，要劈撞是錯係嘅。撞古上人就強下去帶，因為幾片就冇款，客人帶 visa 係要中人帶 visa，古上大家都強下帶當高級嘅健康，真嘅。而家講係 Tuller 嘅管理又係 Tuller 最高嘅人，級嘅 Tuller，我即係講管理農菜嘅農菜。古時佢係農菜係古時佢有結婚嘅時間，因為我係 Tuller 最高級嘛，古時我做得祈禱後噃，看佢也要結婚。唔過我當我嘅朋友呢係天嘅 Tuller 冇按強嘅嚇，但係中門口啊用人下來就分人，係冇辦法呢批看佢也要結婚，係要天神咧讀條路唔好，跟順時唔曉1、2、3、4唔曉算嚇。佢呢就去最邊順經歐杯農莊經歐杯養殺條，真嘅。飲殺條我做乜嘅？因為我朋友就丟人，跟意大利嘅貴族就講，因為你聽講咧，冇辦法啲人物卡出現下面子，我說你我本人真嘅佢哋結婚嘅時間，佢真嘅去我本養殺條。你按到我做咩？即係講魯康家是要殺掉一個鹽無塊，年下鹽塊來呢？好真嘅係誒，懂正經。才講。唔過談講唔單止一樣，記得要來台灣，冇錯，佢就要來台灣而且了。還學客家話，我跟你講。因為咧，佢就同啊朋友帶嘛，佢朋友嘅爸爸呢就會視察在而去了啊，搞義工防疫安尼。然後有一擺人鄉下坐到茶檔嘅時間，如果講防彈，講乜東西？講防疫哦，防彈哦。原來係防牆燈啊，因為叫爸爸客家防疫，防燈搞義工客家防疫係防燈哦，防燈啊你啦，防燈。完蛋，以後叫曾子瑜會叫曾子瑜的。對，第一天咧，會唔會客家防疫嘅意大利人安尼啦？哇，而且是貴族哎。唔過睇這個唔單止英語，還有其他語言本人來學嘅時間，天語外語，因為讀哪種來學咧，等下再嚟繼續嚟睇下大在估了。知唔知道啊？你知唔知道？啊，知唔知道？知道。你家幾講識聽唔識講係乜嘅意思？我同佢講，哇，呢個係靈媒哦，你也要做靈媒啦？你妹冇翻美了呢，懂你會哦。發明。歡迎大家多多嚟後生睇上個節目現場，喺上一團最美人問大家講，用扮現郎外國人相處要度過呢條奇妙事情，還有親我爸嘅農菜嘅故事，呢一下大家來睇一下，因為呢一下唔係要天然外語嘅口唱，要當到歌中啊，一係歌節，一係講嘅出社會過後，要都要除咗英文以外，想學天然嘅外語，大家來睇。台灣人最好學嘅、最想要學的前3名的第2外語係哪3種語言？好冇？已經養成韓文啦，西班牙、韓文，意大利。你要想去做農菜哦？德文。好，然後睇到前3名分別係德文、日本法，還有法語。冇韓文哦，冇韓文。雖然講哈大家很哈韓，不過假使你考慮到，因為個過後出國去交換，也係講留學，也係講呢個透露嚟做，大抵都是用那個語言取向，即工作取向嚟學呢3種嘅語言。不過呢下世問題真係講，假使本應來讀，應該學天語外語，應該讀哪種語言嚟理解？
我刺激其实係因為興趣啦，吼，就會因為我知道，我嗰時係學嘅廣東話，廣東話，廣東話，梁梅啊，係啊，仲係我啊，你是靈媒，他說你是靈媒啦，咩靈媒啊，你才發霉。好啦，古時見揾啲藝講到一廣東話，廣東話。你係為愛而成嘅廣東話。係，因為人我一班香港人嘛，古時人幾時就想講，幾來嚟去開下欣賞佢哋教廣東話應用班嚟教嘅。但是看到家家老師的角度吼，廣東話欣賞真係做唔得。應用班嚟教呢，他就給我們一個講義，佢念一句，你念一句，佢念一句，你念一句。Shadowing。嘿，唔過嚟出佢冇情境式，你知冇？因為本來情境式嘅教學，佢完全冇啊，佢完全冇按用去教藝。嗰時候其實藝學廣東話學出嚟以後，其實係係差唔多，又係係啲少少嘅廣東話識聽唔識講聽，係就按用。好，你希望愛為愛而生的廣東靈媒小姐。廣東話梁梅啊，梁梅，謝謝。希望愛那個這樣寫。唔該，係。唔該。唔該啊，唔該就是希望你嘅意思。你知唔知道啊？你知唔知道？知道。你家幾講識聽唔識講係乜嘅意思？會同會講。哦，你係靈媒哦，你也要做靈媒啦。靈媒冇發霉了呢，懂你話哦。發霉，上古嘅靈媒。咁講你一片動作靈媒，後輩靈媒要問一下哈，假呢？你想係學哪一種嘅天意愛你？其實呢，我考慮動叫，因為佢聽過後，聽到可以用動到時間去學嘛。我就想講，因為西班牙文係全世界最多人講嘅語言。最多人講唔係，最多人講係漢語。哦，係，因為光中國就13億了。係佢冇信咯，學咗地啦，西班牙文懂啊，因為嘅中南美洲嘅片都懂。有青島夾嘅出名題，古時候有青島國家咩講西班牙。係，唔講你啱咩同學意大利啊，古時候想講愛學意大利文冇呢，我要動中意嘅韓國嘅名聲啦，我就想講到底可以選哪一隻好呢？唔講我選一隻，如果要嘅規律，因為呢佢哋嘅發音變化冇按到，一隻 P 一隻就會按你講。嗰時候呢，就算我唔知嘅係乜嘅意思，我去，比如講我去意大利嘅時間，我就看個菜單就按你青菜講。其實就同佢說我啲嘢講乜嘅，其實我都唔知我啲嘢講乜。格拉斯亞斯，係冇錯。我知道係嘅店員，也係講嘅服務生吼，根本就抵你的青菜講，他就是看你知道那個哦，我抵你係講嘅聽你咋，你剛剛講係乜嘅愛糖哦，該印證糖講愛學也是為愛而生的語言。冇唔錯啦，唔過有一些嘅實派啦，係蠻程度聽，我就想要來學德文，主要就係因為我當喜歡德國一隻國家嘅制度教你係想要優生學係冇？冇錯，因為德國人他躲開。冇，其實德國人上都冇按稿哦，標準嘅德國人是上都冇按稿，嗰種我有些小失望。我告訴你，就算冇按稿，咩比你還高。呢幾片嚟對待藝術家嘅環境係較友善嘅，嗰種嘅兩時我就希望做第賽個呢幾片來高神化吼，度過我的晚年。我當然就係去度過我的晚年，不是很凄涼。你識煮腳就好咧，提早做準備啊！你做咩識煮腳就好咧？冇，嗰陣我就當去學習德文，一同大家講真實咧，冇按好報名咧，棟棟嘅班級全部都額滿啦，跟住我是上東九呢。啊，唔過啊，我發現到德文冇按好好，最重要就係佢嘅字母，它的字母啊，就單唱5、6隻聽聽，係冇 Q 用嘅，又加2兩木做，其他就留英文 Q 用咩？哎呦，真是懂難學，根本就分唔出來，到底佢係英文還是德文？我嘅先生行較歐巴，佢係用英文來教德文，啊，大家就知道講，我嘅英文能力就係冇咕咕咕按嚟聽聽，嗰種係分唔出來，先生一下都才講到那一片。有一擺差唔多送到尾上嘅時節，先生就講，哎，真要下重要，要下一個字我小記嘅重要，就講好，應該吼就課本啊，按嚟抄，啊，按嚟應該就做得咧，吼，加上係自家嘅名啊，一開始印證，按嚟應該就做得咧。啊，結果快睇咧，我三唔記得要下重要咧，上課前半點鐘上到啊沒有，要下重要，跟用個啥？冇相關，有 Google， 吼，啊自己講嘅有 Google， 我就用 Google 同佢翻譯，啊同佢下好過後，我就照抄上去，我就搞本先生就看下嘅重要就講，印證，我說要先生，係唔係用名錄來寫嘅？我就說。
黑啦，因为有上次 Google 那个翻的会怪怪的，我真承认嘛，我大方啊，哦，黑啦，如果唔調唔錯了，唔調到英文了，他咪會記得調英文嘅翻譯，不准咯。放錯了，因為都空用啊，所以我最後寫的就是一篇英文的自我介紹。材料牙英文咩都唔好呢，因為你冇發現你去講係寫英文。你知道你現在已經不是學好了，已經有長到寫聽你完全係浪費學費冇啦，係因為英文佢嘅發音然後對文有陣時係有一些空用。冇吧？唔過佢字母長棟到啊，因為佢字黑長棟我請問阿認真，跟住下下敢要繼續學其他外語？我一下哦，我打慫你啦。所以啦，打發出去啊，打發出去啊。我可以講咧，你還要9年哦。有，我要教牙婆 A B C D。哎呦，你不要是6個字。我實在是不想講，你不要誤人子弟，但是應該你不要誤人長輩，好不好？阿志言上愛學那種天意愛語。我一下其實我繼續學外語，唔過你家下談這個使用人嘅故事，我先開始學意大利語咧。哦，上愛是做試用語。冇唔錯，唔過其實大家我愛學外語啊，就會發現到嘅白腔最要緊，因為就係時間啦。唔過你一下真係就他冇時間，韓國呢，我發現佢就感覺有啲唔判定，因為我感覺我就愛搶先上來教，因為我非常中意本人背。就會有人老嗌講，以前我用慢，我就當中一本人訓練嘅感覺。嗰時候我之前想講我愛自學，唔過我吃學嘅話，咩非常嘅有自家嘅主動性。唔過我喺呢一無限嘅時間，我真係就會將佢不用提起來，就去吃只甜不用提。不然下禮拜已經配好嚟50音阿姨話哦，開起佢嘅個，下禮拜吃只唔記得。重新過來一擺，阿姨話哦，卡起佢嘅個。大禮拜都阿姨話哦，大禮拜都會新嘅一禮拜都好。古時候我就會感覺講，其實一下出過去了，我都做得有對法，就他唔需要切嘅去好事啦，嘿。鼓手，你的動力來自於可以出國呢件事情。冇錯。佢咩動吼？佢假意了下有新嘅受嘅新嘅進修嘛，嘅語言部分。我一下10萬學是客話，還要學老話，因為我阿爸係學老年，阿妹係客家人，不過閒些時間都講華語，其他都唔會講。我太嘅長弟哦，講母語當重要，咩當親切，有陣時做事都會講到。唔過最近大家會上來學千代外國話嘅時節，上來很多外國人上來學，唔過大家知冇？因為台灣嘅本土語言原住民話、河洛話還有客話，兩下本連邊嘅瀕臨滅絕的語言之一。來學外語之前呢，先留這個母語嚴重來啊！繼續我記得下禮拜9嘅時間，我哋繼續來收看你嘅後生太上宮，有吧太家公，講來了，拜拜。拜拜。啊，拜拜嘅廣東話有咩講？就拜拜啊！拜拜，啊，德文嘅拜拜有咩講？德文哦，德文就是 choose。已經打慫啦。開心，開心。